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茶餘飯後，我係嘉星，今日同大家輕鬆傾下科技同投資。Hello，我係小青。呢排成日聽人講咩 LLM、ChatGPT，啲朋友開口埋口都話用嚟寫 email、做功課、睇股票，搞到我都有啲亂。咁不如由頭講起先啦。LLM 其實係 Large Language Model，即係大型語言模型。簡單啲想象，就好似訓練咗好多本書、網頁之後嘅文字大腦，專門負責理解同產生文字。即係佢睇咗勁多資料之後，學識人點樣用字造句，所以你問佢問題，佢就估下一句最合理嘅字係咩咁。係，關鍵就係你講嗰個字估。LLM 唔係真係知事實，佢係根據統計同模式嚟預測最有可能出現嘅下一個字，所以有時會好似好有自信咁講錯嘢，呢個就係所謂嘅 hallucination 幻覺。咁係咪即係話所有 LLM 都一定會有 hallucination，定係只係啲免費版先咁樣？基本上所有依家主流嘅 LLM 多多少少都會 hallucinate 嘅，唔關收費定免費事，因為佢嘅本質就係機率預測，唔係查證真相。但有啲模型會做好啲，例如接駁實時資料庫加多重檢查，又或者明知唔熟嗰啲就話我唔肯定，咁錯誤率就會低啲。即係可以減低，但係唔可以完全清零。咁用家聽落都要醒目啲啦，唔可以佢講就當真。冇錯，好似你請咗個勁叻實習生翻嚟，佢寫份 report 俾你，你都要睇翻核實客資料來源，唔會簽名就飛出去噶嘛。咁講得好，轉去投資嗰邊啦。最多人問可唔可以用 LLM 去分析並預測股票走勢，大家心底嗰句就係可唔可以幫我賺快錢啊？大家都諗緊同一樣嘢。LLM 其實可以做到幾樣啦。第一，幫你睇新聞、公司年報、業績摘要，快速用白話解釋重點。第二，可以幫你整理唔同分析員點睇。第三，幫你寫投資記錄、策略，等你自己有條理啲。聽落幾正喎，但係最重要嗰條，幫我指聽日升定跌呢？有冇機會？老實講，LLM 喺短線股價預測呢 part 唔可信嘅，因為股價短期變化好多係情緒、資金流、黑天鵝事件，唔係文字可以完全 capture。而且 LLM 好容易見到歷史 pattern 就以為未來都會 repeat， 會俾人一種錯覺，好似好 make sense， 但其實只係事後解釋。即係呢啲 AI 最叻就係講一個聽落勁合理嘅故事，但係個故事唔一定等於會發生嘅未來。正，再加多樣，佢好多時連數據來源都未必係最新，甚至唔接駁實時市場數據。如果你叫佢報價幫你落盤，嗰啲就更加危險。咁實際啲用法係點？例如我係新手，我可以點用 LLM 去幫我學投資，而又唔會俾佢呃親？幾個原則啦。第一，叫佢用你聽得明嘅語言解釋基本概念，例如咩係 PE， 咩係槓桿，咩係 ETF。聽完之後，你再自己去官網書本 check 一次。第二，你可以俾你自己嘅投資想法佢，叫佢幫你揾風險位，好似請個反對派拍檔。即係我寫，我諗住 all in 某隻科技股，因為近年升得好勁，然後叫佢幫我拆穿，睇下有咩可能出事。係啊，叫佢幫你問，如果我錯咗會點？有冇歷史例子？咁佢可以拎翻以前啲泡沫例子出嚟同你比較，提醒你冷靜啲。第三，LLM 可以幫你砌投資日記格式，例如每次買賣都寫清楚原因、假設、風險、目標價，令你更加有紀律。聽落好似係一個好有耐性、24小時喺度同你討論嘅拍檔，但係都要記住，最終簽名嗰個係你自己。絕對係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唔好將 AI 講過變成你投資失誤嘅藉口。LLM 可以係工具，係顧問，但係佢唔係你嘅責任保險。咁總結一下今日啦。第一，LLM 係大型語言模型，專長係理解同產生文字。第二，所有 LLM 都會有 hallucination，只係程度多少唔可以盡信。第三，用嚟學知識、做整理、提醒風險 OK，但係用嚟直接預測短線股價就好危險。補多句就係用得越多，你越要養成求證習慣。佢俾你一個答案，你去揾多2-3個獨立來源 check， 順便訓練埋自己嘅判斷力。希望今日呢集可以幫大家用一個比較健康、唔迷信嘅心態去接觸 LLM 同投資啦。如果你哋仲有咩想我哋用 AI 角度拆解嘅題目，都可以留言話我哋知。
多謝大家收聽茶餘飯後，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傾偈，拜拜。拜拜。